在座各位，因为咱一定要对阿弥陀佛有绝对的信心，所以这就简单的为义就对。书安尼写：念佛安心不畏惧，杂念妄想没关系，信愿2日放心里，弥陀必定来接引。这是甲咱各位大家鼓励你念佛的人，上要紧伫道你的观念。 要安怎才是算讲是正确的？你的观念袂去偏差。念佛你要安心，为什么安心？因为佛祖是要救咱念佛的人啊，这是伊的愿啊。你念我的名号，我救你安尼就对。所以咱伫念佛的时阵，就知影阿弥陀伫咱的身躯边啊，随时伫甲咱普照。 好，名号内底有一个绝对的光明，所以咱念的时足安心的，消灾解厄，添福延寿，欢喜了。所以咱念佛真安心，不畏惧，拢袂惊吓。万一面对着要死亡、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咱拢袂惊吓。为什么？有阿弥陀佛，咱慈爱父亲，互咱做靠山。 伊袂去嫌你，你较早做对做唔对，你心是清气是垃圾，你什么身份啦，你什么对象，伊拢袂甲你追究。只要你有念佛，伊就救你安尼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愿。阿弥陀甲咱讲，你拢唔免烦恼，你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有智慧的人安尼念佛过来就好。你若是无智慧，你嘛是安尼念佛来就好。 你若是慈悲心较强的人，好来，你安尼念佛慈悲的人，你念佛来，你无慈悲呢，无要紧，你安尼念佛过来就可以啊，唔免改变你的身份，你就安尼直接过来就可以啊。在座各位，你看佛对咱有关怀无？哈，足体贴的就对，伊知影咱都半步都袂用呢，拢无功夫，无智慧啊，修行阁无无数呢。 各位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会。但是，伊讲你念佛安心不畏惧，你免惊吓，免恐怖，免紧张哦。杂念妄想没关系，你有杂念啦。哎呦，我得念一句分啊，你想东想西，想悬想低。哎呦，什么人对我较好，什么人对我较歹啊？我看较顺眼，什么看袂介意安尼？迄个心真复杂啊！你若讲拢袂完全拢无梦想心。 啊！你都圣者，你哪呢？你都真清气的人啊！咱无啊，咱无可能啊！自生活囡仔出世到现在接触的环境、接触的对象，各位，咱拢记在心肝了。迄差不多30年前哦，什么人对我讲一句话，我扣在心肝。各位，这就是咱人的弱点嘛。咱袂讲哦，昨的代志已经无去啊。 好，过去心不可定，现在呢处理代志做煞，咱就袂阁放在心肝，就现在心不可定。未来呢，安怎计划要安怎种啥？各位，迄以后的代志，咱嘛不可定的对，三心拢不可定，这是佛教咱教的代志。不过咱众生各位执着、痴迷，各位咱贪求的心真强，分别心真强，所以讲咱对一个好较歹、介意较讨厌的代志安尼个，拢放在心肝。 啊，心肝就是看啊，怎么就藏伫你的八识当中，迄个灵魂的意识内底，就藏着这个经济。八识就是你的仓库，迄个仓库内底，你若藏着这个经济，各位要死的时阵，伊会浮出来。你无法度暗藏，你搁看我温磨都无效就对，伊自然就会爆发出来。啊，出来时阵，各位，什么？你若好，你内底底是好，你就去好所在；底无好，你就去恶的地点、黑暗的所在。 所以咱在座爱知影，你有杂念有梦想，其实佛甲你讲啊，无关系啦。你若拢完全消灭，安尼就是靠你家己的自力、自己的快乐。但是咱若讲无关系，就是靠佛祖的力对对。佛祖讲，你所有的罪业来，我帮你担；你的因果，我帮你行。你要去的功德来，我甲你准备。你透过这个名号，你念，我拢互你对对，无条件布施互你。你有念佛。 伊就救你，伊就渡你，可以。这伊讲无关系，信愿2字放心内，信愿你有相信无？阿弥陀要救你，你念佛，你就有资格通去往生。你有相信无？阿弥陀绝对袂放杀你，你有相信无？你愿意要去无？要去西方无？那要到时间，这个到时阵，我绝对要来去安尼。迄个愿力，迄个愿心要有够。 我什么拢袂少念着对，什么拢爱看会开，什么拢放下。好，你会当做个信，我愿意要去西方，这个心爱强。
还有真诚就对，真真正正成功。这两字信甲愿两字，甲放在心内，什么拢真坚定就对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改变。弥陀必定来接应，阿弥陀绝对依照伊对咱众生的承诺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绝对安尼做。阿弥若是无安尼做，伊袂当成佛啦。啊，袂想伊就是欺骗众生啊！而且阿弥陀讲，我绝对袂使欺骗众生。无那我有资格，有什么条件通成佛呢？可以，所以咱来知影，弥陀绝对接引你啊！所以在座各位，今仔日咱会当接触到阿弥陀本愿的法门，叫做他力的念佛法门，这是咱足幸福的人就对了。你是一个吉祥的人，各位，你若无道成君啊，你无真正的成君，你今仔日无法度接触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就是必定往生西方，必定生死阶段，这是100%，免去怀疑的。希望这张呢报告给恁在座各位吼，咱法师、咱的义工莲友增加信心。我来念佛，后摆我有好将来，唔免去黑暗受苦，安尼我绝对去西方净土，阿弥陀身躯边好好听经闻法，来去啊开悟正道啊，欢喜啊！咱来世间的目的完成啊啦！欢喜欢喜啊！感恩感恩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